新的一年特别高啊，真侪人会去庙里点灯，也因为民众需求和时代变化，即马连宠物也会当点灯甲收惊。新北市动保处特别整理出来，伫咧新北市有9间庙有提供即挂服务。道士点香，准备要来甲狗仔收惊。道士讲，不管是人也是动物，只要有性命，拢有原形。所以即马有真侪民众会带出来的宠物去收惊，甲点平安灯。狗仔的主人表示，伊已经连续替厝内底的狗点灯4年啊，也感觉点灯有差，点灯了狗仔有较乖。会觉得虎也有在保佑啦，然后再加上说它目前到现在都很健康，点跟没有点的差距，我是觉得真的会比较乖，我觉得比较乖。它生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生病，连感冒都没有。有伊的原型，伊嘛有伊的运，哦，所以讲伊的运咧，咱就是用这点灯来照亮着伊这个生命，伊的原型的光彩。既然甲是生命，伊就是讲甲咱人同款，伊嘛去惊着，嘛受讲咱爱甲受惊。新北市市指这间庙的主委表示，宠物点灯甲一般的民众同款，会阁加一个平安符。庙有传200外个宠物平安灯的定位，即马已经立要满。庙嘛甲新北市动物保护处合作，鼓励用领养的方式代替买卖。3月底进前领养，也会当抽平安灯。饲主他会担心宠物的健康，跟说，我带回家没多久会生病，会干嘛？他这次动保处想说，就跟我们配合，来领养宠物，来抽平安灯这样子。他希望宠物带回家就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因应民众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，新北市动物保护处也特别整理清单。伫新北市有9间庙有提供宠物点灯的服务，点灯的收据留起来，阁会当去动物保护处免费注小狗病预防射，互宠物平安阁健康。记者陈心彤、王志刚新北报道。